中国当局拘押了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组记者的亲属，其中1名记者的约2个兄弟和5名家属先后遭到当局拘押。东突厥散的中国官员已经确认，自2018年以来失踪的亚洲自由电台记者艾塞迪·苏莱曼的2个兄弟被当局拘留。在该电台采访了几位当地官员之后，3月初的确认是艾塞迪·苏莱曼对他的兄弟艾海提和艾赫买提的下落的首次正式承认。当地警察和政府官员拒绝透露他们被关押的地点，称这是国家机密。据悉，这名记者的表弟中有5名失踪，他们被拘留在大规模的集中营中。他认为这是为了试图制止他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星期五与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斌就种族主义发生争论。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将自己在种族主义方面的经历描述为挑战，但他说，对像中国和缅甸这样的国家的数百万人来说却是致命的。在联合国大会为纪念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举行的会议上，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就像在缅甸那样，罗兴亚人和其他族裔遭到压迫、虐待和杀害的数量惊人；或者在中国，政府对东突厥散的维吾尔族和中国西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斌大使说，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一个特定的案例中承认了他的国家无视人权的记录，而那并不意味着给他的国家颁发骑着高头大马告诉其他国家该怎么做的许可证。外交消息人士证实，欧洲联盟使节团因要求探访入狱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托赫提而导致东突厥散之行陷入停顿。一名欧洲外交官员告诉法新社，这是因为使节团希望探视伊利哈木托赫提。伊利哈木托赫提是维吾尔族经济学家，2014年因分裂主义罪名被判终身监禁。前述外交官说，协商陷入僵局是因为欧盟方面提出了探视伊利哈木托赫提等条件，我认为他们不会很快动身。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昨天说，欧盟使节采访东突厥散一事几乎全部安排妥当，但因无法接受的要求而出脚。他们坚持采访一名被中国法律定罪的犯人，这殊难接受，我很抱歉。张明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2月底呼吁对东突厥散人权状况展开独立且全面性调查后，外交部长王毅3月7日对巴舍莱发出了邀请。中国已邀请外国外交官和巴舍莱采访东突厥散，但是不允许他们进行独立调查。拥有全美1250万工会成员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驻产业工会联合会要求拜登政府应立即停止进口在东突厥散所生产的太阳能产品。他强调，该产品有确切的系统性强迫劳动证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劳工联合会驻产业工会联合会总裁特拉姆卡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基于人权考量，要求应立即停止从东突厥散进口太阳能产品。特拉姆卡在信中更指出，东突厥散目前的太阳能生产过程有确切系统性的强迫劳动证据。他强调，拜登政府和国会必须禁止进口含有强迫劳动所制成的多硅晶太阳能产品，并应立即采取行动。美国国防部长欧斯汀3月19日抵达印度，开启3天的访问行程。他并于30日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举行了会谈。欧斯汀在会谈中与辛格讨论了印度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计划，重申美国的盟友应该避开俄罗斯的设备以避免制裁。欧斯汀告诉记者说，我们当然会敦促我们所有的盟友、合作伙伴远离俄罗斯的设备。
并真正避免任何形式的采购，以我们的名义触发制裁。他说，俄罗斯没有向印度交付 S-400系统，因此没有与印方讨论制裁的需要。